再来是咱的专题报道，地方的金鸡母创新的经济，来看中华红丸。当地出产蚵仔，为着要来载运这个蚵仔，早期的养殖户甲黄牛训练做，会当伫个海埔行大的海牛。文史工作者甲县政府合作，甲海牛车转换做会当体验古早生活的观光行程，将受到游客欢迎。每一年嘛会当增加蚵仔农1/3的收入。这张彩画车由养殖户训练的海牛，慢慢来向前行，体验古早靠海人采收蚵仔的情况。很特别。怎么做？第一次来做这种牛车。蛮新奇的，就是从小到大可能第一次做这种，因为以往都是开车到山上，然后这种海边的体验比较少。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牛车，只有伫中华红丸才看得到，因为时代变迁，渐渐被机械车辆取代。即马伫文书工作者甲官府的推广，变成当地上界热门的观光行程，大量的游客增加地方的观光收入。这个人一年的收入是30万，至少在这里就有这个休闲产业经济的时候，海牛跟三轮车都可以帮助这个增加1/3的收入。这是一个区域经济。比如说像放映这个地方来讲，从我开始，7年后有4家到5家业者增加，这可以改善这个地方假设是300户，我们改善了100户的整个经济的收入。原本受过训练的海牛只剩7只。也会当有车只剩5只，非常珍贵。但是即马需求增加，养殖户佫开始将黄牛训练做会当伫海沙埔行路海牛。县政府每当嘛有举办文化季，来协助采收蚵仔海牛，变成是体验古早渔船的观光行程。